一直有用 Herbalife 嘅產品，有好嘅營養，我自然保持到最佳狀態。就算面對緊密嘅練習同埋大型嘅國際賽事，我仍然可以精神奕奕。Nightworks 係由諾貝爾醫學獎得主 Dr. Ignarro 同埋 Herbalife 共同研發。Nightworks 係 Herbalife 嘅革命性新產品，佢嘅獨特配方能夠促進一氧化氮嘅產生，能調節心血管嘅彈性，有利血管嘅健康。我個人咧對於呢個諾貝爾獎嘅醫學研究科技咧係好有信心嘅，而且一氧化氮咧亦都可以提高人體嘅免疫力。自從飲咗 Nightworks 之後咧，發覺自己咧狀態提升咗啦，同埋每日咧做嘢都精力充沛嘅。夜晚黑瞓得好好，起身嘅時候我發覺自己精神充沛。想好似我咁 fit，除咗 keep 住做運動之外，我會信賴 Herbalife。